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以后我会负责给大家介绍农历的节气。农历一冬有24节气，咱今仔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清明。清明汉字写作清明，罗马字写作此应清，无应明。清第一条，明第五条。清明是伫新历的4月初4到初6去卡刀。清明的时阵有一项真重要的民俗，就是规家伙仔爱做伙去摒扫。整理祖先的墓叫做陪墓。陪墓的时阵，咱通常会甲墓顶悬的草仔扣咧，累落来土甲伊整理咧，整理好伫墓顶地墓纸。嘛有人讲是跪墓纸，拢整理好啊，才甲祖先祭拜，多谢因的保庇。先呢，我细汉的时阵上喜意清明另外一个风俗，就是食润饼。润饼嘛有人讲润饼糕。润饼糕内底包的料，伫台湾各所在有无同的做法。像台南的润饼会包油面，有的佫会教豆乳。你是台南人？有一句俗语是讲：清明前鱼上高平，清明雨鱼悲下暑，是咧讲天气的现象。清明迄天若好天开日，日后就会交雨水；若迄天有落雨，后日颠倒会可旱。可旱就是足久拢无落雨的意思。我上准。六清明陪墓地墓纸跪墓纸润饼糕。清明前鱼上高平，清明雨鱼悲下暑。清明时节定定会落雨。出门爱记得罩雨伞。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